大家好，我是 Joyce。那我是去年当选的49选区的地区领袖。那我今天很高兴，今天能代表也代表组成办公室，然后呢，我们大家一起可以刚才亮丽姐说了，这是一个 proposal， 就是等我们游民所的事情定下来之后，我们再来开 party。然后呢，我很感谢大家所有的86街的义工们，271天风雨无阻的，然后呢，在这边一直捍卫我们的86街。那我也更感谢所有的社区的领导们，也一直极力支持我们。所以说，这个社区不是一个人的，一定是什么？我们大家的。当然，今天也要就是今天我们要就是祝贺一下我们Susan，就是他的案子已经 draw off 了，然后也是告一个小段落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就像前几天所有看Susan拍的小视频，谁有看？你们没有看Susan的小视频吗？有。等一下都要关注一下他。然后我们就像小视频说的。案件已经告一个小段落，但是我们游民所的事情，市政府还没有给我们就是书面通知说不会建了。我们的战争还是要什么？继续，一定要坚持到底。我们有句话说，持之以恒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 Steve Chen 先讲。我们知道 Steve Chen 也是我们社区的新任的，就是我们 Senator。然後我很感謝 Steve 也一直支持我們86社區。係 Steve。Sorry。大家好，早晨。第一樣嘢係我好耐冇見大家，真係唔好意思，因為我呢排成日都喺州府嗰度傾緊錢嗰啲嘢。你知道我哋 MTA 又要650億5年，就有好多問題，所以周生唔得閒。下個月得閒啲啦，我會多啲翻嚟呢度見大家。第二樣嘢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所以我而家可以同大家發聲，可以講俾州府聽我哋要啲乜嘢，唔要啲乜嘢。第三樣嘢，我想講聲，我哋需要 Susan 呢啲咁嘅英雄，因為係好似 Susan 呢啲人嚟保護住我哋呢個地區，同埋 Larry。我哋個喺度合作啦，企住喺呢度。今日 Brooklyn 南邊係一個好強壯嘅地方，可以擔保你哋一樣嘢，冇人蝦到我哋。我想你哋大家繼續做呢個社會嘅領導，翻去屋企講俾你哋嗰啲親戚朋友聽，你嗰啲細路，我哋將來一定要佢哋替翻我哋，繼續領導我哋嘅中國人社會同埋呢度南邊 Brooklyn。As you too, Kenny。我哋需要我哋嗰啲細路仔、親戚朋友，第時繼續做我哋呢度嘅領導，繼續保護住我哋華人嘅社區同埋南邊 Brooklyn。People like you, Kenny, like you and your kids. OK。仲有一樣嘢，我恭喜 Susan。我乜嬲？我舊年7月已經講㗎啦，你哋邊個聽過我講？我話唔使擔心啊 ，Susan 冇事㗎。我乜嬲都講。因為啊 ，Susan 冇事，因為我哋紐約保守黨正式俾背書俾阿 Susan， 我亦都代紐約嘅保守黨，因為我係保守黨嘅人嚟㗎，我亦都代紐約嘅保守黨正式俾我嘅背書俾阿 Susan。我而家要大家幫多我一次。今年6月、11月，我哋一定要選翻 Susan 入去 office。多謝晒各位。多謝晒。